今日帶大家嚟到薄扶林 Mount Park Fulham 86號 House B， 一個由香港著名設計師 Danny Chan 親手打造嘅一個家，歡迎參觀，帶大家入去睇下。呢個客廳闊度有8.8米，設計師 Danny 將整個大廳分為4個區域：客廳、Study Corner、用餐區，仲有酒吧。每一個角落都係一種生活節奏。一樓呢幾個房間嘅設計，利用咗高樓底嘅優勢，為呢一間房間創造咗想象嘅空間。2樓係完全屬於主人嘅私人世界，整層專屬，私隱度極高。設計師將原有嘅套房改為衣帽間，浴室設有桑拿房，2座圓形嘅洗手盆，簡約但從不平凡。而推開露台嘅門，就係開揚嘅山景。薄扶林位於香港嘅西南面，而呢個單位被3個著名嘅山景包圍，有摩星嶺山、西高山同背靠龍虎山。